为各位观众朋友插播上新的消息，立法院法国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，行政院甲立法院民进党团拢已经公开表态声称实现。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早起9点半，伫咧总统府发表谈话，以守护宪政、保护人民为核心的精神，说明声称实现的态度。目前记者会正在进行当中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。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义务化、即问即答化，试图改变宪法对于责任政治的设计，混淆了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制度，从而产生扩张宪法赋予立委权力的疑虑。身为总统，我不会将个人意向凌驾在宪政秩序上，更不会将个人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。身为医生，我更深知任何诊断必须谨慎面对，进行手术或器官移植，更必须就血型、体质等各种条件进行详细的配对评估。治病如此，治国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未经审慎评估讨论的法律或制度移植，也可能对国家的宪政运作、人民的权利保障造成不良后果，我必须更加严肃以对。每一条法律都对国家、社会还有我们的下一代造成深远的影响。总统是自由民主宪政的守护者，这是修法有违宪法疑虑，混淆宪法关于权力分立及监督制衡的规定。身为总统，我责无旁贷，必须善尽职责，采取行动。今天我做出申请释宪的决定，是要透过宪法法庭的裁判，确认这次修法的合宪性和正当性。这是向国家负责，向历史负责，也才不辜负全民所托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，宪法法庭更是维护宪政秩序、保障公民权利的最高司法机关。无论释宪结果为何，朝野都必须尊重且接受，也希望社会大众都能够支持。接下来在释宪案的审理过程中，社会还会有许多讨论与辩证。我相信这是台湾社会对民主宪政的再次确认，也会让我们的民主社会更加成熟。民主需要捍卫，民主需要对话，民主才能够深化。现在就是捍卫自由民主宪政的历史时刻。我希望所有国人同胞都能够一起努力，守护国家的宪政体制，深化台湾民主，让台湾民主可以永续发展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总统，要请总统留步。今天除了场听谈话之外，也应总统所建议，我们接下来即将要开放的是媒体提问。那么是不是请媒体朋友一样用举手的方式表达，也请在提